嗨，大家好，我是探平叔，今天是2025年4月17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静老师啊。今天这个胡适全天是低开后震荡反弹，三大指数涨跌不一。这个沪指拉了第8根阳线，截至收盘，沪指涨0.13%，深成指跌0.16%，创业板指数涨0.09%超过3100只个股上涨，还有2000多只是下跌的。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9995亿元，回到了1万亿以下，比上一个交易日缩量1124亿元。这个是年内第3次跌破万亿元，3次跌破万亿实际上就是3次在警告，在拉响警报对吧？在告诉这些金融消费者，勿为言之不预也，不要后悔，对吧？这个3次警告8连阳，但是量是在一天比一天减少，可歌可泣可叹。这个8连阳说明咱们胡适洋溢着牛市的氛围，如果有必要的话9连阳也是可以的。这个我们要相信，这个控盘能力我们要相信就是我们监管部门它是可以让这个指数9连阳飘红，这个给美的给这个特朗普以及特朗普小集团一记响亮的耳光但同时又能做到金融消费者正常消费，别想把钱带回家你就在胡适里面消费，这个需要技巧也就是说指数涨，但是那个金融消费者他的口袋在萎缩。这个比如说胡一静老师叫苦不堪言属于牙打掉了往肚子里咽，对吧？你要说胡适不好能拉9连阳吗？或者8连阳，拉了一个8连阳，明天再拉个9连阳。你要说胡适好吧，他好像他没挣着钱，这钱好像这个账户的余额越来越少，这个市值也在缩水，就感觉有苦说不出宝宝心里苦。不过没有关系这是广大的金融消费者，你是自找的，对吧？你是自愿的，应该有一种自豪感。这个时候我是建议这个金融消费者少看自己的账户多看特朗普以及特朗普的这个小集团，看看他们暴跳如雷看看他们这个抓狂，看看他们等不到电话的时候那种失落。胡锦老师就是这么度过的，对吧？一想到这个特朗普深夜里面独自一个人在那等着电话铃的响起但是等了10几天都没有响，你说他是多么失落这个我想大家都有个这种体验就等别人回信息，别人就是不回，石沉大海。然后托人传话也没有消息，音信全无，这种惆怅这个心情可以理解这胡锦老师现在一想到这个，他就暂时忘却了账户缩水的这种烦恼。咱们这个栏目很多网友可以说绝大部分，对吧，是没有参与胡适的，所以不用担心这个账户缩水，只用看特朗普的这个反应。特朗普最近是不是昨天又取消还是什么？这个英伟达的什么 H20那个芯片GPU 对华出口，给英伟达造成了好像50-60亿美元的损失英伟达整个的为咱们设计的一个生产线就这么报废了，也就是双方这种互相这个打压、互相怼并没有停下来。我是希望特朗普不要停，就是特朗普明天再出点小政策，那我们为了回击他，胡适明天继续拉根阳线，就问服不服？咱们要9连阳，下周一再拉一根阳线，因为特朗普喜欢周末搞一些小动作，对吧？那我们为了反击特朗普和他的小集团，下周一继续拉根阳线，那就11连阳。11连阳在咱们胡适历史上恐怕都不多见那是妥妥的牛市按照胡一静老师说法，特朗普是憋着坏他总是在我们开盘之前公布利空消息，想把我们胡适打压下来。结果我们的胡适很顽强，就是在最后一刻拉个阳线出来，一举粉碎特朗普和他的小集团的阴谋。虽然胡一静老师账户缩了水，但是不要紧，赢了面子，没有让特朗普得逞。所以说这个希望这个周末特朗普再搞点利空出来，下周一咱们再来根阳线，来个11连涨。而美股呢，很显然现在是扶不起的阿斗这个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昨天的演讲浇灭了美股市场对美联储降息救市的期待。当地时间4月14日16日美股大跌。此前美股大跌的时候，特朗普一再希望美联储能降息，市场也对美联储紧急降息以稳定股市的希望升温。但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最新演讲给市场泼了一盆冷水。鲍威尔再次强调他说美联储将重点防范关税驱动的物价上涨
演变为更持久的通胀热。这一表态强化了鲍威尔多次重点释放的信号，美联储并不急于调整基准政策利率。鲍威尔当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贸易政策的通胀效应发出了强烈警告。他表示特朗普的关税极有可能刺激通胀暂时上升，并警告称这些影响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鲍威尔称美国面临着高度不确定的前景，失业率上升和通胀率上升的风险都很高。美联储会评估政府政策变化可能产生的影响，观察经济行为，并以最能实现美联储使命目标的方式制定货币政策。鲍威尔表示在有更大的确定性之前，很难评估提高关税可能产生的经济影响，但是关税上调幅度很明显远超预期，经济影响也可能如此，包括通胀上升和经济增长放缓。这些影响规模和持续时间仍不确定。鲍威尔说在关税问题上调整货币政策为时过早。我的意思就是特朗普把这个责任压力给到了美联储，但是这个美联储的这个鲍威尔也把球踢回给特朗普，对吧？特朗普说你鲍威尔你没有降息，你赶紧降息。这个鲍威尔说这是你调关税导致的，你发动了关税战给我捣乱，就这意思根据美联储观察这个统计就说美联储5月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提高到 83%， 美联储到6月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为 33%。 为什么说美联储呢？是说这个美联储它不降息的话，咱们这个择机降息还降准备金好像就比较麻烦。这个第一财经日报报道他说业内建议每年发5000亿国债润入股投。4月12号在陆家嘴金融沙龙上，上海股权投资协会会长、海通开源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向阳表示，募资难，确实是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建议国家层面每年发行5000亿的长期的专项国债，专门用于股权投资业务，3000亿用于盘活现有的存量的股权资产，解决一些各地投资平台他们的一些流动性压力。另外拿出2000亿用于成立专项的引导基金、母基金，通过放杠杆可以大概形成一个6000亿到1万亿规模的投资。实际上这个专家就是发债发债是万能的，地方政府发债来解决房地产，发债收那个土地发债把那开发商盖好的房子卖不掉的给他收了，现在是发债去把那些股权给他收了，反正都是政府去发债，政府去收。虽然美国它也是发债美国的国债36万亿，但是咱们似乎跟美国也不一样呢，对吧？美国政府它也没有拿大头，咱们这边明明大头已经拿走了，他还要发债，你那个债又是全民的，又是大家来一起还呢，这个怎么看感觉都不靠谱。这就相当于搜刮2遍，第一遍对吧，你的创造的财富大头拿走了，完了现在大头不够花再发债，这个债又是全民大家一起承担，你说这都是什么专家呀？如果说我们创造的这个财富或者说就是稍微专业一点就是我们这个叫可支配收入占 GDP 的比例非常高，那么你说政府缺钱对吧？政府要解决这么多问题，学美国发债这也说得过去。明明大头对吧拿走了，你还说钱不够还要发债。我们再看在这个第19届中国投资年会年度峰会，这个中国人民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吴晓球，他在这个会上又放了一炮这个大家还记得吧？就是这个上市30多年的这个东方集团，这恐怕好像也是第一批上市的公司这个见证了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成长的这么一家上市公司，被证监会立案调查，他财务连续3年造假。这个吴晓球显然关注到了这个东方集团，他说别让东方集团跑了。这个吴晓球在中国投资年会上呼吁将东方集团罚到倾家荡产，牢底坐穿。他说我看他退市最后一天竟然还有如此规模的交易，很是吃惊。吴晓球说我经常呼吁有关部门，东方集团要做一个案例，要作为中国的安然一样的处罚，那些在不明条件下买了股票的人亏本了怎么办？找谁去赔偿？必须要有赔偿的，不是一退就完了。吴晓球说这类公司没有赔偿机制，那么这个退市就有问题。大家可以看视频我们要相信中国的企业家，他有高度的市场化意识，他也有很强的国际视野，他会对自己的投资会自己负责，他全面的负责。我们不要去担忧他们，你只要把环境改善了，把法治改善了，尊重他们，他们就能做出理性的选择。有时候我经常说，也不要有太多的窗口指导，
我们有时候老觉得他们不行啊，我坐办公室的人比他们行啊，所以经常会有很多窗口指导啊。我也不太特别喜欢窗口指导啊，我们还是要注重市场的基础作用。资本市场的发展没有严刑峻法来护航啊，各路牛鬼蛇神都会来，要让他也感到有威慑力，他不敢往前走，他必须受到法律的严厉的威慑。问题的关键是如何保护投资者利益，那一定是严刑峻法啊，谁违法谁违规，他要付出昂贵的成本。我们叫修改刑法啊，修改我们的公司法、证券法，关于民事赔偿、以及刑事责任方面都大幅度提高。我们现在在大幅度提高违法者的成本。我经常说啊，欺诈上市要如同金融诈骗，它甚至比金融诈骗更严重。大家知道，金融诈骗是判死刑的，所以欺诈上市一定要提高了很高的刑法处罚。所以中国市场上为什么有暴雷现象？到美国几天就来了个雷，那个东方集团刚刚那个雷，又来个东方通又来了个雷。我就在想，中国市场怎么有这么多雷？有雷就表示我们的规则有问题。我们一定要在制度上要防止发行人、上市公司买雷。我们同时有一个要防止中介机构帮助上市公司买雷、掩饰。中介机构的责任是排雷，不是掩护发行人去买雷。这个怎么办呢？这只能靠严刑峻法。这个吴晓球老师啊，他说这个要严刑峻法，完善法治，这个都是对的啊，我是非常赞成，对吧？说中国资本市场怎么有这么多雷？吴晓球说啊，他一定要在制度上防止发行人、上市公司埋雷，要防止中介机构帮助上市公司来掩饰，这只能靠严刑峻法。这个说的都没错啊。但是关于这个退市啊，关于这个中小投资者赔偿这个事情，关于这个金融消费者保护这个事情，那也得分情况看。也就是在相关部门，比如证监会或者交易所对这个东方集团立案之前买入的，显然他是受到这个东方集团假账啊，对吧？虚假陈述所影响买入的这些人，你可以认为他是上当受骗这些人应该补偿。但是在证监会或者交易所立案调查以后买入的这些就应该是自负盈亏。你比如说他退市前一天还有那么多人买入，你说对这些人你要保护他干什么？明天就退市了，今天还买入，这不他自愿的吗？没人逼他。这个吴晓球老师还说他建议他说要相信和尊重企业家，不要有太多的窗口指导，应注重市场的基础作用。这个吴晓球老师说的也对，但是这个想法比较一厢情愿如果没有窗口指导，怎么会有8连阳呢？如果没有窗口指导，我们怎么去跟特朗普和特朗普小集团做斗争呢？按照胡锡进老师说法，这特朗普就冲咱们资本市场下手就要把咱们这个价值11万亿的这个资本市场要给它掐灭。我们正在跟特朗普做斗争的这个紧要关头，你说不要搞窗口指导，那没窗口指导，那量化基金对吧？私募基金还其他的公募基金，那不都在跑路吗？对吧？你得指导他不要卖出一切行动看指挥。如果没有窗口指导，难道发红头文件那不就留下把柄了吗？所以这个窗口指导是特色。要说到窗口指导我觉得胡锡进老师最有发言权，因为在胡锡进老师守卫舆论边疆的时候当这个环球时报这么总编的时候，肯定没少受到窗口指导。你看胡锡进老师他又发了个微博指责这个特朗普叫不讲武德。他这么说的，他说特朗普进一步动手了。北京时间昨天深夜，给人感觉好像专门挑夜里干活反正中美时差就是12小时，不是美国是夜里就是咱们是夜里。但是在胡锡进老师的笔下显得这个这是故意的，刻意为之就是夜里正好你睡着了吗？打你一个措手不及。说英伟达对外告知，今后他向中国出口所有的 H20 GPU 都需要得到商务部批准。英伟达进一步表示对该许可要求将无限期有效。H20 是英伟达专门为中国市场设立的阉割版 GPU， 去年英伟达对中国出口高达170亿美元。H20 和早前的 H800 就是 H100 的这个阉割版，支持了中国大部分人工智能的模型。DeepSeek 用的就是 H20 和 H800。如果限制措施持续存在，预计美国和中国的人工智能半导体供应链将完全脱钩。
特朗普政府新规定的目的显然是要扼住中国的喉咙，窒息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这肯定会产生一些影响，给中国造成新的困难。但是老胡注意到，这个消息周三在中国传开后，并没有产生很大舆论冲击，它轰动性甚至低于白宫表示对华关税最高达到245那个相当模糊的新闻。是中国人没有意识到美方新限制的含义吗？未必是。许多中国人，包括业内人士，或许认为中国的 AI 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形成规模，中国工程师发现了节省 GPU 算力的途径，因此大多数中国人不相信特朗普这一招真能扼住中国人工智能的喉咙。这个回信老师进而说到美国掐中国脖子的手段就是芯片，但华盛顿肯定掐不死我们，而反过来中国也开始掐美国的喉咙，我们的工具是稀土。最后回信老师说中美互掐喉咙，看看谁将先喘不过气来，时间将做出证明，中国有底气笑到最后。这个我在想就是回信老师说中美在掐脖子嘛，互相掐脖子，如果真是互相掐脖子的时候，你不能笑你应该这个屏气，对吧？凝神。那人家掐你脖子你还笑，那不就完蛋的更快吗？回信老师说中国有底气笑到最后，就一直笑还笑到最后，这个显然至少不尊重对手吧？人家掐你脖子你要笑，又不是挠痒。所以说在回信老师这个笔下还是比较轻描淡写的，对吧？这个胜似闲庭信步坐看云起云舒，应该这个意思吧？什么贸易战，对吧？互掐喉咙，不过是个游戏我们也笑到最后这个回信老师就是妥妥的一副看热闹不嫌事大这么个心态也不管这个到底有多少韭菜受影响多少韭菜失业。这个我前2天我也说了这个贸易战关税战很有必要就怼回去，但是你怼回去的目的是为了谈判嘛？这就是终点终究还是要谈判，要解决这个问题。那既然终点是谈判，那怼只是一个过程只是一个手段。我觉得回信老师不应该把这个混淆了，对吧？一个劲的煽动，实际上你这种煽动只会让那民粹这个荷尔蒙高涨，没有什么意义，反而不利于，对吧？跟美国这个博弈我觉得跟特朗普和特朗普集团的这种博弈，贸易战关税战，实际上要体现出一个灵活性，以灵活来应对特朗普的不确定性。简单点说就是该怼的时候要怼，该灵活的时候，该让步的时候，该谈的时候就要谈。毕竟这个政府一再说贸易战没有赢家，没有赢家你怎么笑到最后呢？所以这个回信老师他雕盘，对吧？都已经要偏离这个主线了，雕盘都雕不稳了。没有赢家，没有赢家，记住了，没有赢家，你怎么还笑到最后呢？本来是我们是应对，我们是被迫这个反击特朗普和他小集团的这个贸易战关税战，被回信老师这么一渲染，好像变成我们是主动的，我们挑起的贸易战关税战，我们还笑到最后。所以说回信老师有的时候他是低级红高级黑再这么下去我看离禁言又不远了，要禁他3个月。我在想很有可能是回信老师最近在胡适这个账户缩水比较厉害，一边看着指数9连阳，一边自己的这个账户不停的缩水，所以这个压力比较大，有失水准把这个气都撒到这个特朗普头上了，一切责任在特朗普。回信老师在另外一个微博里面他说中美陷入贸易僵局，一个问题是如果双方都把关税战当战争来打，极限对抗，彼此几乎走向零贸易，那么谁更难扛得住？谁在经济民意和政治上更具韧性？他说这个问题实际情况将决定双方真实决心和意志，也将决定中美贸易战的大走向。这个回信老师说的中美贸易这里面他忽略了一点，咱们这个一切代价都由韭菜来承担，最终转移到韭菜身上。而美帝呢，美帝最后他就转移到美债身上，美国的债又多了一些，美国这个老百姓他的负担也会增加，但是增加的不多，因为他个税要减少。这个特朗普已经答应了，对吧？跟美帝要减税嘛，人家贸易战赚的钱在税收这块他要返还给老百姓，也就是说美国的老百姓也有可能因为这个通胀造成损失，但是人家好歹还要回来一点回来一点，最后不够的还是美债来补就是发更多的美债。但是大国呢，这一切还得韭菜来承担所以我也不知道回信老师有啥高兴的。回信老师对自己的这种韧性对自己这种承担的能力还是很有信心。所以说来说去就是回信老师不要把自己个人在胡适赔了钱，指望着贸易战，指望着这个关税战来给自己撒气。回信老师应该呼吁对吧？该谈就要谈，只有经济好了，胡适才有可能稳住，回信老师的损失才有可能回来。
不能搞破罐子破摔啊！如果破罐子破摔，胡锦老师那70万恐怕都要付之东流啊！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